为保障市民大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台南市积极编列预算，并积极争取中央专案补助以及民间的捐赠，加速汰换15吨以上的老旧消防车。而这次要来启用的消防车，分别有小型的水箱车2台、水库消防车1台，以及水上消防车7台。这消防救援利器将会分发到咱市在的消防分队来服务。台南市消防局所添购的新的10台消防车的这个启用，那总共有7台这个水箱车，2台小型的水箱车，以及1台大型的水库车。那这些都将直接投入我们各个大队来负起维护市民财产、生命安全的这个责任。那尤其大家知道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那这些水箱车、水库车都可以马上形成即战力。那我们消防弟兄的训练也会同步的加强，不管包括新形态的各式的，包括锂电池的这种火灾，也包括其他的无人器材，包括履带车、履带水炮车、水务车的这些操作都会。让消防弟兄姐妹更加精进。消防局说明，新采购的消防车底盘增加多项安全的监控系统，并搭配行车视野辅助、盲区警示、车身反光标示等行车警告装置，提升行车安全，并依照使用单位需求，将各项随车配备做了升级，让人民团体抢救作业更加提升安全性甲可靠性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